血跡滿布車底，碎片一地都係。電單車咪錶停留喺12500轉。做運輸嘅阿廣係基督教教徒，舊年3月受洗，之前仲填埋器官捐贈卡。26歲嘅佢熱愛電單車，據稱揸咗學牌年紀一直都未成功考到，又形容珠海同荃錦公路都係佢嘅賽道，朋友都封佢做戰神。原本有架Yamaha R6嘅佢，7月嗰時仲 upgrade 到 R1 呢架成1000cc 嘅戰車王。尋日朝8點幾，阿廣揸住架烈火戰車到荃錦公路英雄亭載班車友，再入錦田操車。點知去到石崗軍營對開，咁當時行到呢個位置呢，呢架電單車呢係突然間自己失控。架電單車同埋個司機呢，就係瞓咗落地之後呢，就一路咁跣過呢個對面線，咁同迎頭上緊山嘅一部解放軍嘅吉普車呢，就發生碰撞嘅。司機呢冇俾嗰架吉普車剪過，雖然佢當時係跣咗落架吉普車嘅車底度。阿廣被救出嗰時仲戴住頭盔，不過已經昏迷，送院搶救後不治。警方發現阿廣冇喺車頭車尾展示學牌，初步相信唔涉及非法賽車。家人趕到醫院都遵照阿廣嘅博愛精神，將一對眼角膜捐出為愛人間。有專家就話，法例冇限制電單車學神揸邊種馬力嘅電單車，反映法例有灰色地帶。